美國打委內瑞拉之後，美國企業進駐點解關巴菲特事？巴菲特2026年嘅財運健康，大家好，我係小心，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玄學嘅。咁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訂閱嘅。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可以訂閱我嘅 Patreon 嘅。咁我本身書《美股通勝2026》咧已經係出版咗啦。如果你想拎到咧，可以係 join Patreon。咁今日要分析嘅事件都幾多嘅。首先咧，Trump 政府咧就喺毫無預警之下咧就攻打咗委內瑞拉。咁跟住咧又即係捉咗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之後啦嚇。咁特朗普咧喺公開嘅演講之中咧就話咧美國咧就會俾國內嘅大型石油公司啦，全球最大嘅石油公司啦，就可能抌幾十億元啦，就修復委內瑞拉嚴重破損嘅基礎設施啦，就開始為國家賺錢嘅。咁嗱，而家咧雪佛龍咧係目前唯一咧仍然喺委內瑞拉有實體運作嘅美國大型石油公司，咁係全球前列咧嘅整合型油氣公司嚟嘅，咁涵蓋咗上游探勘開發啊、液化天然氣啊同埋下游嚇。咁委內瑞拉雖然咧已經係全球最大嘅已探明石油儲量咧係有3000億桶嘅，但係因為咧石油產業因為多年嘅管理不善啦，即係貪腐同埋美國制裁咧而嚴重衰敗嘅。咁美國能源資訊處咧就估計啦，即係你單恢復基礎產能，可能就要需要投資超過80億嘅美元同埋幾年時間。咁點解關巴菲特事咧？就係睇翻2025年第三季巴菲特嘅持股啦。雪佛龍咧就係有7.09%，OXY 咧就係4.68%。咁雖然啊喺2025年啊12月巴郡咧係有減持即係雪佛龍啦，增持 OXY 嘅，咁但係都仍然係即係雪佛龍最大嘅股東之一嘅。咁佢對 OXY 咧就增持咗36%啦。咁喺在位最後一年啦，巴菲特咧係以現金收購啦，斥資咗100億美元買咗西方石油 OXY 旗下嘅化學品生產商 OxyChem。咁大家都好想知道啦，巴菲特喺2026年嘅丙午年嘅運程。咁壬水人咧就喺辛金月啦，辛金係水資源嚟嘅。咁再加上咧日子係巳水劫啦，辛旺可以擔財嘅。即係起火啦，不過就應該咧就起丁火多過起丙火啦，因為咧丁火財咧係合自己嘅，咁但係丙火咧就會克到庚金嘅印星嘅。咁而家嘅甲午大運中嘅丙午流年啦，理應咧就2026年咧係有財嘅，不過留意啦，因為子申咧都可以係話係佢嘅身體嘅。咁2026年啦，丙午仲要係 double。午火咁就衝咗子申原局，身體咧係唔係有即係唔好嘅，同埋即係要小心啲咯嚇。